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鸭卵较捌嘛有芳，这意思是鸭卵外表看起来真完整，无破空，腌过搁较捌嘛有芳。这是比如讲，阮无任何代志拢会有破痕，无可能天衣无缝。这句话主要是考醒世间人，唔通做歹代志。其实讲到卵，无论讲是鸭卵还是鸡卵，依照科学家的研究，一粒卵的卵壳上无拢有7500个气孔，这个气孔有排水、流通空气，甲好还袂出是鸭味啊，甘伫外界共用。另外，这个鸭卵嘛，真营养，袂输鸡卵，有丰富的钙质。食鸭卵会使预防骨头的含烧，会使保护对头毛整洁健康有帮助。不过因为鸭卵的胆固醇较悬，提醒有心脏血管疾病、肝腰子功能较无好的乡亲，唔通食伤济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鸭卵较捌嘛有芳。